这几年大学私校欠薪水、个退场等等的问题是真多，显示这内部的监督机制是无够的，而且大学法是已经20档拢无修改啊。即马着学生团体提出草案，呼吁着要赶紧推动修法来回应时代变化。 全国将近50间大学、几百个大学生参加教育部的座谈会，讨论修法大学法条文。因为伫顶一届大学法修法已经是20年前2005年的代志啊。这几年私校积欠薪水、学校退场问题，也是校长滥权、限制学生言论等等的问题真多，嘛呈现出大学内部欠缺监督的机制，影响到教育的品质。大学法改革定线也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就是学生赋权，第二个是终结专制，第三个是校园民主应该要再设计，这样。那里面还有包含一些，说校长遴选希望纳入学生代表，然后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席次应该提升至1/3的。大学法改革定线要求学校爱予学生有一定的比例去参与学校的公共代志，亲像咧选校长的时，予学生有投票权，嘛爱予学生有参加教评会的权益。另外，要大师大的学生及查某骹球队抽会礼，希望予大学法修法的时阵，通予学生参与校内教评会，予校内通增加监督的机制。 在师大女足案里面，大家也看到，其实霸凌防治委员会跟教评会做出了落差很大的决议。那其实我们认为，教评会里面都是老师嘛，那老师其实就是跟他朝夕相处的同侪，他其实很难针对这种案件来做出要同事丢范围的这种决定。因此，我们希望至少学生代表，又或者是至少外部的委员可以进到教评会里面来，然后参与审议。今天因为同学的版本也非常的具体明确，好，我们也会把同学的版本来纳到我们目前在研拟的。 版本里面，针对学生团体提出意见，教育部表示未来会继续讨论，整合做出修法的方向。未来会建议提出部版的草案，送去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亚轩、王兴忠台北报道。